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钟宇去阿 Q 妹。大家好，有看《福起来》的观众朋友都知道，因也哈台湾嘅农民真嘅当进步哦，韩国想要来做呀精致嘅农业，古时候呀种东西嘅时节啦，不用当到好嘅东西到地步，有听讲嘛个不用牛那个吃谱的啊，也系讲不用牛那个芭的啊，古时候当到水果果子呀，就全部就做在不用牛那来种。不过今日嘅节目当中，我要同大家来分享吼。挑芽菜，这个我们讲的豆芽菜吼，挑芽做得来加牛嫩来种哦。所以给家来分享，今日节目底都邀请到的来宾吼，佢系对呀新竹北埔来嘅青年农民分享5位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北埔牛奶芽菜达人曾怀伟，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。好，分享怀伟来到节目当中来同大家分享哦。一开始有讲到吼，就是用牛嫩来种芽菜，但是呢，我讲呀以前先同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，就是啊，俺寒暑嘅时节，俺妈妈没有带领俺种那个木树芽。对，那种这个木薯芽嘅时节啊，做唔得晒到日头，而留佢冰到温厝嘅底下。嗰种人有时候都奇怪了哦。今日嘅节目当中吼，广式农民佬就会先同大家来分享做乜嘅呀，种呀芽菜类嘅不能见光，它这么害羞，不能晒到太阳，是不是？它比较娇嫩，就是见到太阳它容易产生苦味，所以它必须要在一个很安全的，就是很黑暗的地方成长。对，这样就是会养出白白胖胖又嫩嫩的芽菜。所以就像我小时候，我妈妈带我一起做的，就是把它偷偷塞在那个碗橱底下，很像藏起来，这个是对的。对，没错，那个是正确的，因为见到光啊，它会行光合作用。啊，对，口感就会差很多。对。哦，因为我小时候种的是木薯芽。对，木薯芽，但是有人很容易会把芽类跟苗类搞混，有挑芽也有挑苗，像豆芽菜，但是也有豌豆苗，像这样子的芽菜跟苗类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？我们请怀伟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芽菜跟苗类啊，芽菜就是不见光，基本上是不能见光，然后它是水根栽培的作物。哦。然后苗类的话，基本上它一定要行光合作用。因为苗意思就代表要开绿叶啊，对，然后行光合作用以后，它才会开出绿叶，然后长小小一根，就像这豌豆苗一样。豌豆苗。对，豌豆苗，它不是芽。吃火锅的时候会用到的。对，没错。对，会放在上面那个当摆饰的。对，没错。这个豌豆苗就是苗菜苗类，就是有晒到太阳，对，没错，有晒到日头嘅。对。啊，像是挑芽类嘅，不管是什么绿豆芽、黑豆芽、黄豆芽、木薯芽，全部都是。都唔得晒到日头，对，它不能见光了。哦，原来係安尼。故說今日嘅節目當中，吼，也係樣旁地度擺嘅非常多無共用種類嘅挑芽。呀，挑芽吼，一般來講，平常時他接看到嘅就是綠豆芽，常常看到，常常吃到。啊，最近比較多開始有黃豆芽出現了。對，因為黃豆芽它的就是它纖維質比較高，所以有些人會就是買黃豆芽來補。加自己的那个膳食纤维，然后今日还有带来的就是黑豆芽、五挑芽。黑豆芽的话，它就是其实会买黑豆芽的人是因为中医点穴，它有一种温补的效果。哦，第一点，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豆味比较浓郁，豆味比较浓郁。不同的豆芽都有不一样的料理方式啊，也还有无共用跟营养。不过一开始啊，阿 Q 妹这个今天是怀伟带来要考阿 Q 妹的一个题目，就是3种豆芽，说来慢饮黑慢饮，谁是谁？猜一猜。我觉得应该我还可以啦，像是这个豆芽，这个绿豆芽应该是吧？这是绿豆芽。对，那绿豆芽没错。因为绿豆芽它的外表它很细。对，那我们常常在煮饭那时节啊，那个食谱上面会炒什么银芽炒肉丝，那个就是绿豆芽，对，没错。对，所以它上面看起来有点白白的，有点像是银白色反光的感觉。对，然后细细的、长长的。但是我觉得你的绿豆芽好像比外面的还要长。因为我们是天然栽培，天然栽培的话，它就是跟芽体大概是1:1的比例。哦，跟芽体的意思是说，就是整个白白地方，白白的地方跟这个根大概是1:1的比例。对。哦，
哦，哎，真的，这个线超长，这须超长的。对，没错。这个其实是豆芽的根部吗？它的根部，因为植物在生长的时候啊，就是它根有多长，它身体就有多长。这个是根部，然后这个是它的芽体。芽体，所以你们种的芽体跟这个须根部的部分差不多是1:1的这个长度。哦，而且它感觉就是很清脆，有没有？那一折它就断了。对，没错。对，因为它密度比较高，天然栽培的。然后外面呢，像那种就是不是天然栽培，是软软的。对，这样吃起来就没有那种脆很爽口的那种口感。对，那很爽口。对，所以这个是很爽口，是很脆的。但是有的人讲，给像做什么银芽什么料理的时候啊，要把那个须剪掉，或者是把那个须切掉。你觉得呢？应该要剪吗？头跟根部剪掉，是因为它想要吃最脆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口感。可是头跟根部是最营养的地方。其实我们植物也是啊，菜也是，菜头跟菜尾巴是最营养的，只是中间对，中间比较没有营养成分。所以其实不建议把它剪掉。如果对，不建议。你真的oyster 孔天啊，你有 oyster 抢出来就是 oyster 孔天呐，然后你还把它剪掉，就有点可惜。对，没错。哦，故说所在这个绿豆芽很好分辨。那接下来就是黄豆芽，黄豆芽其实外表乍看之下同这个绿豆芽有一点像。但是在看豆的地方就会有明显差别了。黄豆芽它的那个豆会比较大颗，吃起来每次在吃的时候都觉得黄豆芽吃到那个黄豆的口感比较明显，就知道那个是黄豆芽了。对，没错。对，那黄豆芽它的特色是什么？黄豆芽特色啊，黄豆芽特色是它膳食纤维高，因为我们萃取青菜的时候，重点是要吃纤维质。对。而这种黄豆芽它纤维质含量非常高，比一般青菜还高大概快1倍。对，所以有些人会用黄豆芽煮汤啊，然后做一些料理。对，寿喜烧，日式寿喜烧，对，没错，超适合加黄豆芽，好好吃哦，就很好吃。对。然后我们加黄豆芽，它头比较小，因为我们是用就是比较小颗的黄豆，对，然后所以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。哦，所以就不会觉得它那个豆的口感这么明显。对，没错，因为是用比较小颗的黄豆。哦，阿三好来是五条芽呀，其实我头白应该是没有吃过黑豆芽。但是因为它的那个种皮很明显是黑的，所以认得出来。对，黑豆芽部分的话，市面上很少看到，因为基本上很少人去吃它，只有就是注重健康营养人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这种东西很早以前没有很流行啊，就是从绿豆开始，现在是黄豆，可能未来以后变黑豆芽也不一定，就是看市场的流行程度。对，当然黑豆芽基本上它氨基酸很高。因为它豆味比较浓郁，黑豆本来就很健康。对，没错。对，它就很健康的东西。那像这样子，某 Q 用种类跟黑豆芽，它都是有适合的不一样的料理方式。像是你们今天有带来的是你们自己本身就有在做的凉拌黄豆芽。对，凉拌黄豆芽是韩式的。韩式的凉拌黄豆芽，这是你们本身自己就有的，对，没错，产品，对，你可以试试看。为什么会特别选用黄豆芽来做凉拌呢？因为黄豆芽它韧性比较高，所以在凉拌的时候你要腌制嘛，腌制对，腌制的话你要就是放久，因为你放越久它越入味。那如果你是用绿豆芽，它本身纤维质没那么高，它一下子就烂掉，就像绿豆芽有赏时，你炒给时间也不能炒太久，对，没错。炒一下下，快炒就要起来了。对，那像是绿豆芽，建议大家怎么料理嘞？绿豆芽的话，就是以快炒为主，不然就是烫过。对，用水烫过，然后加点酱就可以吃。哦，对，所以很方便。如果是想要腌制的，就可以用黄豆芽来做。黄豆芽或黑豆芽。黑豆芽也可是黑豆芽会染味道，因为豆味比较浓郁。我很好奇黑豆芽，这次带来的黑豆芽的料理是怎么做的？这是梅干。客家人咸菜乾咸菜乾是妈妈做的吗？对，妈妈做的。用梅干来炒。梅干还有素肉，因为我父母亲都吃素，对，所以他们就是用梅干跟素肉，然后还有黑豆芽下去炒。对，不会有黑豆的味道，很好吃哎。对，因为它梅干的味道够，抑制住豆味。对，所以有些人怕豆味的话，他可以找一些附属原料是比较重味道的。所以黑公熊二是黑豆芽，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这个豆味很重的话，你就都得赶紧米西哈纯的东西来做调味，或者是煮汤是不是也可以啊？煮汤可以啊，煮汤的话，很多人就是黑豆芽跟黄豆芽一起下去煮。哦，好健康的感觉。对，因为黄豆芽本身比较冷性，寒冷，然后黑豆芽比较温热，
所以2个下去一起煮的话，就变成是个很中性的东西。对，我觉得金门义有一点颠覆我头摆对芽菜呀的东西给想法，因为都觉得以前芽菜好像只能当做配菜。芽菜可以当主菜。希望这观念可以更新，因为其实芽菜很健康，它比一般青菜还健康，它不需要农药，它不会有虫吃。对，我觉得因为以前可能就像过那个6条芽就拿去炒肉丝啊，但是像按用型呢，像是刚刚用咸菜干来做调味，按用跟丰盛，每次都很好吃，可以让它成为一个主菜。故时候节目当中还有含卡到有关呀挑芽的知识，我同大家来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转来。好，欢迎转到节目当中，我是钟宇群阿群妹。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下挑芽类。挑芽很早在用牛奶来中，一开始有讲到故从嘅他就东想我来问一下范伟啊，你为什么会用牛奶来种芽菜？这感觉成本很高哎。当初是因为原本想说找到好的山泉水，然后想说。好，山泉水应该可以种出好的芽菜吧。因为你在北埔嘛，就是北部冷泉。对。然后那时候概念就是说，好的水应该会种出好的芽菜嘛，这是很基本概念。可是发现有点跟落差很大，因为泉水毕竟很多落菌，我们叫就是它外面很多就是一些杂菌。跟反应低度没办法确保它的干净的程度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后面就常常就是可能种下去会失败。因为它会有霉菌滋生，然后加上我们有水根，所以它细菌滋生的速度会比较明显。对，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曾经用简易版的方式来去搞来种芽，那个也是芽菜类的东西。不过感觉是它很简单，它就是一个小器具，然后你不用都本熊底度，因为冰箱基本上你关着门的时候它就是暗的嘛，它就是成为一个暗示的状态。它用这样子很简单的方式让你自己种芽菜，不过感有一白就真引种到坏掉嘞，就只是整瓶就坏掉，因为就是酸臭味。对，那个因为它那个种子啊有些杂菌，然后或许你水也有杂菌的时候，它就滋生，然后就会一颗坏掉，就整个扩散。对，就是。所以这个是很容易出现在种芽菜的这个环境的。对，没错，水根的植物它最怕就是这个水的问题。然后后面就是因为太常失败了，很可怕。对，常常失败。而且听你这样讲，是一失败就是会全部就没了。对，就没用了，就可能一大桶就要丢掉。哇，对，那怎么办？后面就想说，一直在找方法，就试过很多种方法，就发现那个乳酸菌还蛮有用。乳酸菌可以消灭吗？乳酸菌可以让水中的杂菌，就是有点用好菌去抑制坏菌，不要让坏菌太多，残留太多。所以后面才想说，那时候还用过什么中药发酵液，然后最后面这一次才就是用乳酸菌下去做。乳酸菌下去做的话，效果非常好。所以你用就是等于说，牛奶做成发酵变成乳酸菌。对，牛奶加米、洗米水，它其实很简单，因为米里面本身就有乳酸菌的成分。所以洗米水不是有人洗米水然后洗衣服，对，还有清洁的效果，因为它有净化水质。真劲哦！对，哥说你就用养布卡给洗米的水，然后再加上牛奶。对，牛奶是它养分，可是牛奶要用新鲜的，不能用。好贵哦！这种得用枸杞耶，不可以用过期的。对，不能用过期，因为过期的话，第一个过期它杂菌就出来了。对，杂菌一出来的话，你乳酸菌丢下去，等于那杂菌去吃掉乳酸菌了。所以要新鲜的牛奶加上洗米水，然后做成乳酸菌。对，没错。这样子，因为牛奶是乳酸菌的原料，所以它会吃牛奶，然后后面变成上面又浮成一层脂肪，然后下面就是乳酸菌血清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取下面乳酸菌血清使用。那上面那个脂肪呢？上面的脂肪的话，就是可以堆肥。哇，我们苗类的那个肥也可以用那个下去堆。
哦，所以是用这个方式，所以才说是用牛奶灌溉的。对，没错。芽菜。对。那它是乳酸菌就直接把那个，好，我先简称它为优酪乳好了。对。把它浇在芽菜上吗？它要稀释。因为不能这样直接浇，会坏掉。哦，太重。因为它酸性比较高，我们是放到水塔。对，放到水塔里面。灌溉的水塔。对，灌到水塔里面，然后就是大概一天会用几桶水塔，然后就放几个。对，然后这样去做一个稀释动作。对，然后它在灌溉、在洒水的时候，就会把这个乳酸菌的养分就侧加流到这个芽菜里面。对，芽菜里面。哇，好聪明哦！顾总，在你自己试过这个乳酸菌的方法，它是确实可以有效抑制这个杂菌生长的。对，它是很有效。对，其他方法根本不行。我朋友教我很多什么酵素水啊，什么一大堆，我就不太行。试过都不行。对，有时候它碱性值过高，容易伤害到牙体；有时候酸性值过高，它容易伤害到牙体。呀，冯范米黑那一片青豆，哪里找到这个方法？哪里找？就是看很多书，因为现在很多农业资材书，其实现在书籍还蛮多的，然后就一个个研究，然后就研究最好的方法。对，没错。对，但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水源的部分，因为像北埔给狼潜啊，哎，喊这个时间，甚至我爸妈会带我去北埔玩水。就是用那边的冷泉水来做灌溉。我们是源头，更干净，不会有我玩过的水。我们用完才给你们玩。是你们芽菜用完的水才会给我们玩水就对了，所以是北埔冷泉清年头、清爽不会清腔力给水耶。对，没错。就最源头。然后我们那一块农地上面都没有住什么人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住家太多也挺麻烦的。住家也会有很多生活使用的水。对，没错。那像这样子的水源，因为东饮生芽芽菜可能都是直接生吃嘛，有些人会直接生吃，像木素芽就会生吃。对，木素芽。那这样子的水源灌溉进来要经过过滤吗？过滤不太好，我们之前有过滤过，可是芽菜长得不漂亮。因为过滤你那个矿物质、微量元素全部都不见了。对，然后重点是因为我们加上我们就是水根的东西，对，我们不能加，我们是有机的，所以不能加什么营养液什么之类的，我们都没有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靠水的矿物质下去灌溉，对，加上乳酸菌去抑菌这样。那像是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到的，像亚的跳芽、GOAD 呀，懂黑暗的地方来成长。那除了这个黑暗的条件必须存在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是芽菜类必须要有的环境？温度，温度要控制在20度。20度，对，相对湿度要85%。它湿度要很高。它其实就是要在就是很有水的环境之下。对，没错，它靠水生存的。如果没有水，它就那这样子，像你用的中药，你怎么打造它种植的那个环境？种植环境吗？我们当初找那块土地，刚好它是比较阴暗的地方，对，然后我们当初就已经有规划好了，就是要找比较阴暗、比较潮湿的地方，然后去种植这个地方。那它要怎么成为一个暗室的空间？就是我们是用温室，然后上面是有用就是水泥，对，我们那个温室就是等于是水泥构造。水泥构造的温室，那不就是一个有点像防空洞的概念？对，防空洞的概念有点类似。然后就在里面种，因为这样温度控制比较好。给你落去底杯黑咖斯工，你要去检查，那能开灯吗？我们有设一个绿色的灯。然后因为植物它本身如果是绿色，它反射出来是给你看的是绿色效果。对，它本身是不会吸收绿光。对，这是一个概念，植物概念。有看到，所以绿光是不会对芽菜造成影响的。对，没错。那平常要开吗？平常就没开。平常没开，就是进去的时候才会开绿的。原来是这样长知识，好有趣哦。这就是植物的就是生命的奥妙。对，那你刚刚讲温度，黑讲像台湾，因为台湾算是一年四季还算分明，至少夏天跟冬天都是很分明的。对，很甜冬狼，捏甜又懂捏。那这样子气温你要怎么照顾豆芽？气温吗？夏天就是可能就是要吹冷风啊，就是有点像吹冷气概念，让它降温，就维持在20，我们大概维持20到22度。夏天比较好控制，对，因为我们夏天北埔那边本来就是比较冷，比较冷，水温是冷的。对，可是冬天就比较麻烦，冬天真的要灌暖气。我不你吹小气哦。因为冬天真的很冷，冬天我们山上温度大概是3到6度，晚上的时候。
对，所以很冷，真的是蛮冷的，所以也是要保持大概20度的。对，20度控制在20度是最漂亮的。那像这样子，挑芽菜有的人可能买到很一般的豆芽菜的很便宜啊，一包可能19块、20块，大概这样子价格就买得到。但是其实太敢唔低，像phải vì你按用中挑芽嘅芽高长低度。这个不是只是一个豆芽就这样卖出去而已，它从一开始到最后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流程。我们把这个流程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大概因为我们是种有机的，所以我们大概种子一定要选有机的种子，从种子就开始。对，种子一定要严选，就是像这些种子，就是你看我们的黄豆也是比别人小，黑豆也比别人小。对啊，怎么那么小颗啊？都是有机栽培的，它不是化肥的。如果是化学肥料栽培的话，它比较大颗。然后从种子开始选购，然后再就是消毒，因为种子要先消毒，因为种子上面有那种杂菌。那从原产地来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它怎么包装的，所以种子要先盐水去消毒。我们用盐水去消毒以后，再放进我们的大桶子，叫孵苗桶。对，大桶子放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就推到暗室里面，然后我们有做自动洒水开关。可是我们还是定时，大概一天要巡个6次，6次左右，半夜也要起来。对，因为有时候那个水量如果没有控制好，还是就是它发生变化，你会不知道。对，你可能看到那个忽然有些问题，还可以马上解决掉。对，所以半夜也要起来，所以这个有点像顾小孩子。所以你看哦，对呀，张中下迄个挑芽菜开始，就已经有按道事情爱顾诶。其实爱种出品质好嘅挑芽菜，唔单像爱嚟听听，还有东东内容爱同大家分享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喽。好，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，我是中医区阿群妹。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吼北埔用牛嫩种嘅挑芽。刚刚有讲到吼，种芽挑芽其实懂麻烦，对，一开始要先脱清好嘅这个种子，过后还要晒过。晒过有啲种嘅时间啦，1年要顺600，要去看它6次。对，6次。哇塞，这样跟他感情会培养得很好哦。就是要把它顾到全，不然一坏掉就整桶丢掉。对，那接下来的步骤就是等它生长，因为芽菜的生长时间可能7天到12天，12天，这样子短短的时间里，每天都要这样子去顾它。对，没错。那最后好不容易可以出货了，但是我听到出货之前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步骤，叫做预冷。它不是本来就已经在凉的地方了吗？它离开水以后，它自体会发热。因为我们的芽菜，你别看它这样，它现在还是活着。对啊，你丢到土里面，它还会继续长根。对，然后它自体会发热，我们必须要先降温，降到大概4度。不然你一直放着，它一直发热，一直发热。所以然后闷死自己。对，好，闷死自己。好，原来是这样。故作像按用挑芽，你在出货以前，在包装以前，你还要先让它进去凉一下。对，给它吹冷气。吹冷气，吹一下之后再进行包装。对，没错。包装才会到消费者手上。对，没错。那像这样子，一般你可能买豆芽挑芽，所以一般我们在外面比较常买到的包装就是塑胶袋，然后里面是装芽菜。对。那像这样子的方式。应该怎么保存会比较好？还是说你们有什么样其他的包装方式吗？保存的话就看个人冰箱，就是有些人冰箱比较冷、比较热，所以最好保存方式是控制在4度。然后反正你放在冰箱的时候，如果你比较冷的话，就是用报纸包起来。对，然后基本上就是绿豆芽大概是黄豆芽那些大概是4天。新叶就会4天。不然有可能就是会有黄掉，或者是对，就是会黏黏的，然后黄掉，有黏液出来。对，没错。4天就要吃掉。对，没错。4天就一定要赶快把它吃掉。对，故说其实你像按用嘅挑芽，我想到来种，我觉得也是一个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就是你要想到来种豆芽菜，其实想到来种芽菜，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想法。但是而且你那么年轻，种豆腐卡来做芽这件事情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初我以前就是做面包的，
然后面包也是一个另外一条路吼。对，就是转换跑道。然后重点是那时候做面包就会常遇到食安风暴，全部烧在面包上面。对，那面粉、奶油、奶粉，对，塑化剂什么一大堆。对，然后就那时候就一直烧，然后那时候在医院就看过很多生离病死的病人，什么癌症病患那一些啊，就是可能吃太多加工食品了，太多了，然后造成身体的细胞变化。然后想说，那我现在做这个不对吧？就是太多食安的问题了。对，所以有点像做这个是因为想要做良心事业，想要对得起自己，然后才想说，那回归最自然。对，就是最自然就是农业嘛。那农业的话，就是看你怎么做。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，算是说走良心事业，对得起自己，所以你决定来转做这个芽菜。我吃到对应来讲，我觉得能够做芽菜，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想法。那我自己对于芽菜最早的印象就是一口是讲就是种木树芽。小时候我妈妈也是因为健康，就想说自己在家里可以种木树芽，然后早餐就可以放点生菜。所以我最初对于芽菜的健康知识就是从木树芽来的。对，木树芽它碱性值比较高。有觉得很多人碱性值是碱性值，就是植物都有碱性跟酸性。对，然后你可以吃吃看，我们木树芽很清脆。对，跟外面比较不一样。我很喜欢吃木树芽哦。对，外面那种大概是生产3天，我们这个是大概12天采收，所以密度很高，它比较脆，好脆哦。然后加了一点素松，对，素肉松，然后上面再放美乃滋，对，美乃滋，好好吃哦，而且它没有那个，因为东你们好生木树芽是因为它有一个菜味。有，外面都菜味很重，但是这个菜味很少哎。对，因为我们那种天然栽培密度越高的话，它没有那种青菜味道，然后还有那个甜甜的味道，清甜的味道。对，没错。而且这个木树芽是很比较吃起来它的有比较感觉比较粗一点点，它的那个味道会比较明显，它不会说。很多外面的木树芽可能很细，吃起来就没有口感，你吃不到它本来那个芽菜的汁液。但是这个是吃得到木树芽它本来的汁液，对，它本身最天然的食物，最原本的形态。对，所以就是为了走良心事业，所以就开始做芽菜。芽菜是真的很营养吗？芽菜很营养，其实芽菜它比一般青菜营养价值还更高，这些都就是研究报告过。只不过芽菜永远都是变成是配菜，对，因为从学校开始就遇到配菜，然后台风天吃芽菜，可是就是因为它不是绿色的，因为大家消费者观念是绿色才健康，对，可是说实在白色还比绿色还健康。所以像除了这个豆芽，还有豆苗的产品，对，我们有豆苗就是豌豆苗，那豌豆苗这些种子都是一样，全部都是挑过的。都挑过了。豌豆苗的话，就是它是种到土，豌豆苗它就是可以晒太阳的，它可以晒太阳，可以见光的。对，可是我们主要是在推芽菜。豌豆苗是因为我们有些消费者他喜欢就是我们的苗类，对，因为我们苗类吃起来味道也比较不一样。对，但是我很好奇，因为邱尼安勇想要做良心事业，所以回来做种芽菜这个工作。但是其实有时候理想跟现实就是钱呢匍匐了，你很难两全。那像是这样子种芽菜，而且是有机的芽菜，它的成本跟售价都一定比其他一般市面上的高。那其实这样子，我想象觉得通路就已经有困难了。这通路很难，因为它价格大概贵一般的5倍到6倍。哇！对，所以我们最主要是以新竹县市为主，因为我们芽菜有新鲜的问题。然后一开始就是跑很多小吃店，什么都跑。小吃店的成本太便宜，因为他们都用大概1斤就是8块6块，一份半条，这样3、4、4 kg， 不可能同意买很贵的豆芽菜放进去啊，是不可能，因为它一碗面卖多少，它成本。对啊，所以小吃店通路就几乎都没办法。然后后面是因为农会它有直销站，然后就是透过农会直销站去认识更多消费者，然后蛮多消费者蛮赞同我，就是有些人都从台北市特地过来买，都去农会直销站买。哇！所以其实像这样子，你觉得通路最后目前你比较多的消费者主要还是散客，就是一般消费者。
一般消费者居多。一般消费者对，因为我们开始建构的时候，希望就是一般消费者在家里吃的健康。对，这是最一开始的理念。那你觉得行销上面最困难的是什么？行销上最困难的是它放不久。对，因为活的它放不久。对，如果它放了久的话，新年嘛。对，它放了久的话就可以行销全台湾。可是很多消费者打给我说，为什么其他地方不卖？就是因为新鲜度的问题。对，我需要卖，因为我们都做这个理想的东西了，然后还卖不新鲜的东西，那对我们来说是不可以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在新竹县市才有。故说，可能做的比较久的，就是凉拌的黄豆芽。对，凉拌黄豆芽，对，没错。有稍微腌制过，可以放比较久。但是其他的可能会买到亲戚耶，就真的要去新竹买了。新竹县市，不然就宅配，可是宅配就是运费比较高，所以量要买比较多才划算。没错。那邱怡安勇回到乡下这样子来工作，算青年农民这样子创业，遇到了很多困难，那你也解决了不少。那有没有一些鼓励的话，想要给电视机前的朋友？应该说就是青农真的很辛苦，毕竟如果你要做有机，然后要做青农，什么经验都没有，那就是你走一步只能去看一步，重点是你后面想要呈现的什么东西给大家，就是你最终的理想。然后那个理念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住，不然很多青农其实还没走到一半就战败了，就是他没办法去完成。因为基本上你完成一个理念的时候，那个会瘦了荷包，对，因为你很想要完成你的目标，但是在完成目标的过程，可能你的钱就用完了。对，所以就是最好是什么都要会，包括水电啊什么，反正那些维修方面都要自己来。我觉得青农一定要学会很多东西，就水电处理，然后土地什么你都要自己来。对，你不能这个水电不会，你有找别人来修，那费用会贵很多。对，然后我们是什么都自己来，所以很省。产品是不是也是尽量多样化？虽然是亚菜，但是种类也很多。对，我们产品的话，我们基本上是以4种：绿豆、黄豆、黑豆、木薯芽为主，因为我们重点是亚菜类。因为亚菜类说真的比绿色的植物还营养。对，所以我们在主推这4个部分。那季节限定呢？季节限定那个红豆芽的话，就看人吃，因为红豆芽它比较须比较多。对，然后大概是6月到8月的时候，红豆芽才会出来。所以其实尽量在搜寻一些其他小飞仔做的来接触某 Q 用给芽菜，有吗？我们的 5V 就会开始种，很有趣。故事给我们谢谢怀伟来跟我们分享什么？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实况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 Q 下来做运动了。